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是好食大车饼，来看这个家己东少甲高雄基顶的蚵仔煎，倒一味较好食。烤一粒卵，再来煸一煸蚵仔，逐日嘛把甜大粒搁咸青。今日这是蚵仔的故乡，产地就是伫遮。来东少食蚵仔煎绝对无唔对。伫铁板咧煎到咧直直叫，等双面拢有小可臭大味的时，就会使烹上刀。除了用咸边啊咸甜的特殊酱料以外，还搁用土鸡娘的秘密武器土豆粉。蚵仔煎淋这个土豆粉，加这味会使增加口感，嘛互规个芳开提升一个层次。添加吃起来的香气。这个特制酱料来到中南部，口味较偏甜的情形下，让豆乳的咸香，食在嘴内有开鼻的功效。我们的酱汁区别在于它会回甘，因为我们加的是豆腐乳，不是味噌。这边有土豆粉增加口感，来到高雄的基丁下晡4点外口的圆岛啊，就一甲甜甜啊，拢是为了这份酥皮蚵仔煎来。你甲听这个声，就知讲有偌酥，像讲粉浆一定爱软软的口感。粉浆淋伫铁棒顶，甲北京无共款，伫头家独家调配下特别好，慢慢形成真酥的皮，甚至有淡薄像日本煎饺皮的感觉。我慢慢自己去调配那个粉，就出来就脆脆香香的。蚵仔大粒介绍公道，口感个特殊，让客一日食就调咧。咬下去口感会烤烤的滋味。平民美式蚵仔煎，除了实在用料，加上一寡小变化，或者老主顾食调咧，嘛好外地客专工来试看卖。